继续来看卡神杨惠如持网军防起诉，李正段是继续咧炭烧。韩国瑜火力全开，讲蔡总统若持网军攻击对手，是叫人民要安怎承受咧？韩国瑜讲，蔡总统应该互人民一个交代。另外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证实，顶礼拜已经甲韩国瑜私下来见面，用朋友的角度甲鼓励。两个人伫咧12月7日这个礼拜日，韩国瑜的新北市的造势大会，是毋是会同台来出现呢？外界嘛真咧注意。天高第一故乡婚礼出席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看起来心情袂歹，讲到杨惠如涉嫌持网军，伊完全无保留。这网军基本上是数百人的规模，蔡英文总统是国家最高的领导者。如果用纳税人的钱来养网军，借着网军来攻击政治对手，这让台湾人民情何以堪？完全违法。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政府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国人，网军到底怎么回事。另外，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讲，韩国瑜甲新北市长侯友宜顶礼拜都已经私底下见过面啊。我是用朋友的态度给他加油打气，希望他这一场选战不到最后一刻，绝对不能轻言放弃，加油！韩国瑜7日会搁伫新北市造势，侯友宜敢会出现？伊一直拢拍太极拳，嘛好，这个人敢会搁合体？毋若引起外界关心，好亲像嘛牵动哪样的选情甲士气。